好，继续转来去宜兰壮围乡，互人俄罗斯大力捧过的故乡。今年因为蒙景区影响，产量达4、5成。去年出产300吨，今年差不多剩200吨。壮围乡农会嘛底今年的捧果拍分数，头一名甜度有17度，上俗的1斤80块，有人化到90块，算的一粒差不多300外到400外块。啊，若种的面积拢总超过11甲。农会嘛讲，袂因为今年产量较少，价格就压起来，价格和往年算的差不多。足脆。甲梅龙果破开黄色的果子肉，看到真好食款。啊，这梅龙果就种伫咧红叫做梅龙果故乡的宜兰县壮围乡。今年果果评鉴比赛，新世纪梅龙果甜度有17度，搁一届摕到冠军，会当讲是壮围乡梅龙果的甜度代表。16.6。甜度袂输予山仔甲奶子，壮围乡主要种的品种就是新世纪梅龙果，搁红叫做果中之王，拢总种12公顷，产季就伫咧逐年的6月。不过今年受到天气的影响，产量减真济。2018年车有300吨，2019年煞干那剩车200吨，不过农会互人足甘心的。价格拢无调整，一粒超卖200到32，啊，要经好食的梅龙果嘛是有撇步的。生育的过程，如果它的网纹没有结得很均匀的话，表示它的养分回流没有那么顺，那可能会影响它里面的甜度啦，还有品质。若看表面的芒仔花草有条纹无，嘛会当甲果尾试看卖咧，愈软的愈够分。另外地头完整水真饱，嘛代表规粒梅龙果拢已经够分啊。农民看天食饭，每仔好影响到产量，希望会当靠甜度17度的梅龙果，互业绩冲起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